北部连续一礼拜龙上大雨，新北有社区的挡土壁全放落厝起，弄到下骹工具，加载无人受伤，目前是撤离108人。若这挡土壁若要定做好势，互居民转来住，可能阁爱开2-3个月。徛伫洪水山外口看土石一直出来，8日早起晚近7点，新店金秀社区民众赶紧伫金秀路49巷的挡土壁出来现场关心。沙石在滑动，那个声音沙沙沙。那过没有多久的时候，就轰了一大声，震动很厉害，好像地震。早起10点，公务局会同施工的厂商、公所甲结构技师到现场建议。新北市长侯友宜也改变行程到现场来勘灾。豪大雨带来整个边坡的地方，因为湿很重作为这层滑落的状况。那其实我们早在2天前，我们针对锦绣跟碧鳌山庄，就特别来做好整个完整的监控。那这2天看到整个监控的状况是有变化的。对空气画面看到金秀路49巷挡土壁因为下层倒落来，造成顶层也起掉，有2户地基落空，我挡土壁边的走廊甲阳台厝倒来，57巷的挡土壁也斜倒来，讲到下面一栋50楼的公寓，拢有明显的损失。新北市土木技术工会讲，临时通报市府，区公所伫临时撤离40户90人，25拜六搁再针对上边坡撤离8户，总共是108人，其中外口亲人的有93个人，去大旅馆的有15个人。有个阿姨还在里面，可是她是走不，她好像行动比较不方便，然后已经背下来，也跟我们一样，现在在委员会里面。8日下晡，雨较大，怪手开始甲挡土壁顶面铁架这物件甲刷掉。土木技术工会讲，也要避免继续让雨水渗漏到边坡，并且伫基础来加强固定。未来的话，那么考虑这样子基础的话，必须从低处的挡土墙呢重置或者是补墙来，再慢慢往上做，同时维护锦绣路跟上边坡那几户住户的安全。避免灾难扩大，侯友宜讲，未来继续针对挡土壁做好强化。技术工会是评估，若要恢复到会使转来住，需要2-3个月时间。记者综合报道。